大家好，又係我啊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叫做 Tiny 微影呢架限定嘅車仔啊！我唔知因為有限定嘅車仔，要喺專門店買翻嚟嘅。係啦，2025年嘅限定啦。都係喺專門店買翻嚟。時間關係開咗先。今次有行李架啊！第上一集因為嗰個咩鐵甲威龍都會有，個機場都會有行李架。今次襯翻條路線啊，A31去荃灣。哇！灰色嘅 KNB， 白色底就加個 KNB。以上呢，城市脈搏，正式12米就係呢一個啦。路線荃灣 A31，車牌2ZL7499。有行李架啦，灰色嘅行李架，跟住側跟有經邊度唔知。荃灣如心廣場 OK， 後面呢都係如心廣場，係啦。灰色嘅 KNB， 白底再加個灰色嘅 KNB， 平時係紅色㗎嘛，普通，今次用咗灰色啊。正式嘅12米啊！係咯，冇乜印刷，不過都幾靚嘅。有啲窗咧多咗，同埋係啦，有啲咁嘅有啲咧可以通氣流通嘅嗰啲窗仔啊。係咯，幾靚嘅。後面啦，攞翻呢架舊版嚟做對比啦，都係白牌啊。最緊要嗰個係車頂嘅，都係正式，都係12米啊，又係正式嘅。咁好啦，今次限定嘅車仔介紹就係呢度啦。中意條片俾個 like 或下片，再見，拜拜。